老哥出来，我是石田。怎么这样？不来，我是金文。不要说我是陈磊。不要说我是小玉。欢迎就好，您今天是音乐来的 OST。这帽子很可爱啊，很适合你。对啊，是确实适合了。这个很多黑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 Neil，对吗？黑人。很多黑人都你说 Neil 哦？对啊。我怎么现在才知道？我在台上很模仿啊，你们不觉得吗？黑人指别人，他们不会这样指，他们是这样。那个手啊，然后打电话，call me，我们是这样 call me。对，他们都很喜欢这样。但我觉得偶像会影响很多人，确实。所以你看，就是因为太喜欢他们，所以我都会买一些这种。我刚以为你要说，因为就他喜欢，所以你现在是陈磊。我偶像不是陈磊啊。你是不是有喜欢陈磊？我偶像不是陈磊啊。这样吗？小玉有什么偶像？我的偶像是玛丽亚凯莉。我是不是听过一个故事，是你都会就是在某些地方遇到你很喜欢的人啊？对，是真的。玛丽亚凯莉的演唱会就有一次，她好像2014年的时候来台湾的时候，然后花蝴蝶，对，花蝴蝶那时候，那时候因为我就是我上厕所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急着要去厕所，啊，我上完之后呢，然后就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一个一个戴墨镜的女生，她超高很高，就这样子走，然后旁边很多保镖，哇，我说是我的女神吗？她就这样走过去了，然后我想说，演唱会不是已经开始了吗？因为小巨蛋，你说你坐在最后，然后你去上不是小巨蛋，是那个南港展览馆。对，好像很多国外的都来。对啊，Bruno Mars 也是吗？对，你是不是有去 Bruno？ 我一定要去。可是你们怎么都买得到票？我就是真的是买不到，然后就是那种网络查，看到有人标的票，这样就可能没办法去的，或者什么那种。是黄牛吗？可能是吧，可能是。那不就很贵吗？就是会贵一些，但没有小玉那么贵。我曾经，因为我真的太爱一个就是韩国团体了，对，然后就是太爱他们了，然后我就想说啊，那我一定要去看他们的演唱会。抢票太多人在抢，就是 Seven 啊，他12点开票嘛，那我11点去，应该就是可以提前一点。结果我一到了，哇，已经排很强了，我们家附近的 Seven 就已经是强的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说哇，怎么那么强？然后我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什么时候排的？他们就说，我们早上6点就在排了。我就想说买个黄牛票好了，因为其实我也有看那个网络上的，都很贵。然后我说那我到现场等看看好了，因为我就想看，因为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这样，你们有票吗？就有问那种。他们会。然后我想说有问的耶，那我一定要去，问。那真的是黄牛。我就说我说那你们有票吗？我想买。他说好，那我们一场花6700哦，这样。好，那好6700，我就真的去给他。然后我也不知道那个票是在哪里，这样我就想说6700的票应该就是在摇滚区，最烂也就是可能在2楼这样子。工作人员带我上去，淡定了，小巨蛋淡定，800块的位置，我就想说。算了，反正就是看演唱会。一个人去哦，我一个人去啊。所以你没有遇到他们，你只有在台上看到他们。就在台湾看他们。遇到我得说有一个遇到的，可是他不是我的偶像。好，因为我曾经的时候我在那个星光3月，他的隔壁是一个就是好像饭店嘛那里，然后那时候就是什么他们 SM 家族在新竹有办一个演唱会这样子，然后我就有听到一些柜姐说一个阿桑，我说你们知道吗？那好像有一个什么团体就是都坐我们旁边呢，会不会等一下就什么来我们这边逛街这样？然后我就想说想太多了吧这样，然后我才刚刚讲完，然后的下1个小时，看到远方就有几个男生这样子，然后我说哇，那几个男生还蛮帅的呢。然后近看，不对，那不是那个吗？就是 Super Junior 吗？然后我说哇，嗨，你好，他们就这样，你好，就是保镖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任何保镖，没有拍照，就想，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拍呀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说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因为我说韩语，我都就说英文呢。拍照，我不可能拍照，不可能叫拍照。隔壁柜姐就这样子，还很慵懒的这样子，在前面他们还没来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，我最喜欢那个什么 Super Junior 的利特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你不是喜欢利特吗？准备跟他拍照。他是利特，我跟你讲过我跟他拍照的。
啊，你呢？我就是依然就是一直都是 Bruno。那你觉得我像吗？我觉得你有像，就尤其是那个什么诗歌之王的那个。对啦，其实真的有像，因为我传给他跳舞的那个。对对对对对，穿红色衣服的那个，我真的是爱他呢，爱他很久了。谁？布鲁诺。我吓我一跳，不是你，吓我一跳。我喜欢的明星啊，偶像歌手都会影响我很多。谁呢？就阿妹啊。对啊，张惠妹。不得不说，真的很爱他因为我的工作，所以其实我还蛮有机会可以遇到。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2008年，就是我们之后刚比完赛嘛，他有办一个演唱会，有机会到后台嘛。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比较害羞一点，我就叫他阿妹老师这样，然后他就叫我，不用叫我老师这样，然后后面的人就说你要不要跟妹拍照，然后我就觉得演唱会刚结束，这样拍照好像不太好。我后来才明白嘛，因为我自己开始办演出之后才发现说，其实结束的时候就是开始要跟。就是可能有机会可以一起来的朋友拍照这样子，所以后来反正就没有拍到这张照片。然后2011年的时候，就是我跟师姐一起去看Amazing， 真的 Amazing，然后我们就坐在艺人区嘛，然后那时候我刚发片没多久，就是小毛头，都会有那种什么艺人环节，对啊，就是我们今天来的歌手谁啊，或什么的。因为通常这种时候，我们这种小朋友就会觉得说，我们不关我们的事嘛，没什么事这样子。然后我就想说，好，那我就开始滑手机这样，因为我是尴尬的，因为就会有一种就是大家都被叫到，对啊，可能不会叫到有点尴尬这样。然后我就回来，我就听到他就说，今天有谁呢？我来看看。有一个很会唱歌的小朋友，他就讲了我，然后我就在那个小巨蛋第一次感觉到那么多目光盯着我，然后就是大屏幕这样，然后我想说哇巨丑，然后因为也是第一次嘛，也不知道怎么反应，这样就大家对，谢谢，没事。回家之后就很开心，就是虽然我们都没有再见面，可是他可能有这个印象，因为我比赛唱了歌这样，可是还是没有拍到照，因为也没有去后台。然后呢，就这样时间一晃就来到了2018年，太远了吧，10年呢。对，然后呢，我刚刚这次就不是演唱会了，就是我去上了一个电台，就你完全想象不到说你会在那个电台遇到他，然后我就是想说，那我写个纸条给他好了，因为就是念着他可能有记得我这样，所以我想说也是写一下。就是一些感谢的话或什么的。可是你字很丑，字就是重点。我那半个小时就本来就字就很丑了，然后写不懂。我就这样写错了几十张，然后一直写错，是因为太紧张了。然后等到我终于写完，就是挥笔好洒写完最后一个字要交给他的时候，他的经纪人就说：“没写出来了，你要不要直接就跟他打招呼？”我心跳结婚的时候都没那么快。然后我就跟他聊天聊了很久，聊了可能将近从那个电台走到他的保姆车，可能将近有20分钟吧。哇，很久哎！就是因为有在外面讲一下话，然后后来我就是终于从08年没有拍那张照片，到18年拍到，就是属于自己的一个，对，这就是我自己想收藏。你知道我一直都很不理解一件事情，我不是说他们很怪，我说因为有时候有些歌迷朋友看到我或什么，他们就是会哭，我都想说。没有那么夸张吧，就因为我就觉得我很容易被看到，你看我还会去市场帮忙，然后我走在路上的时候裤子都是破掉。我看到梅姐的时候，我真的是这样子，我真的就差点要哭了。你就真的了解到你歌迷的心情。对，就是那个感觉是会觉得说，你就是因为他的声音或是一首歌，然后间接的影响，然后让你走到这一步。我觉得啦，明星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，那我们自己也要加油。就我们是偶像团体嘛，我们偶像得了吗？所以下一集是我们偶像得了吗？干嘛的？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做偶像，我们身上一定要有一个很闪耀的一个状态哈。没错，所以我们来，这个也是你最会念的，来。对，非常喜欢的第一句就有出现这个词。Young finger must melt my life。对 ，must melt。就是闪耀的意思。对，期待我们未来都可以越来越闪耀，好不好？大家要一起努力，我们一起成为一个 smack 的人。你给他，他想 cue 我们，然后我们完全没有抓到。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 smack，这样可以了吗？好了，那就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啦，耶！